你知道嗎？中國的富人們正面臨着一個巨大的挑戰，那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財富不被政府監管和稅收侵蝕。今天，我們來聊聊這些富人們的困境和出路。你可能知道，近年來，中國的高淨值人士都在積極尋求海外房產、身份計劃和第二家庭基地。他們的目的是什麼？不僅僅是稅務規劃，更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然而，很多人的出海策略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只停留在購房、投資和移民的層面。為什麼呢？因為缺乏法律結構、信託體系和合規，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課稅，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這正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進入2020年代後，外部環境和內部政策的變化使得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而是生存策略。國內外匯監管強化，反壟斷政策落地，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CRS） 全面實施，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第三代若要延續，則需靠文化和教育。從這個意義上說，財富出海並非終點，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它讓企業家開始理解制度的力量，並為後續的家族信託、家辦治理、國際稅務規劃奠定基礎。但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進入跨世代的秩序。中國歷史上富不過三代的宿命，根源在於制度缺乏和結構脆弱。今天我們聊了很多，包括中國高淨值人士的出海策略、財富的制度挑戰和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的重要性。中國資金外流的隱形邊界也給很多企業家帶來了心理高牆。最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家族資本的最新動態和全球化配置的最佳實踐，請務必關注我們的頻道。感謝你們的收看和支持，我們下期再見。